秀台语。第二季播出了后吼，我甲你讲，观众朋友吼，甲咱反映，讲你第二季吼，有足刺激的。系啊，足恐怖，因为足侪人要来抢这20万呢。对，伊讲哦，尤其是这艺人加入了，嘿，足奇怪哦。嘿，因那也无钱哈。拢欠钱。我想讲，因平常时阵都足无用的，结果拢来报名。有20万的时阵，你就看到像欠钱啊。嘿，你就知影。前3集有无？拢是一位艺人尔。嘿，阮今仔日一困请4位艺人。哦，马上来介绍咱的评审，第一位是咱的评审长孙哥。来！哦，这块膏药真厉害。哎呦，咱的喙齿疼大下海，口口疼大白，巴肚疼你就大肚仔，啊你若无大，你就拖起台。安尼啦，秀才啦。是，台语若要流利啊，来你就要认真哦，赶紧来只认喙花。第2位是咱的好平。大家好，我是黄浩平。大家拢讲吼，阮是足严格的评审，要无严格，其实阮负责无同的部分啦吼。伊是严，我是假，请多多指教，感谢嘿。你负责假的部分啦。感谢安尼讲。真正假啦。无啦，所以今日恁男朋友来无？无啦，莫安尼讲，我男朋友会生气啦。人已经结婚啊啦。嘿啦。好，再来咱第3位。哎呦。足古锥的，古锥，嘿，因若逐工吼，伊食中昼顿吼，拢一直爱直播哦。哎，安尼，这人有古锥哦。足爱食饭，互别人看的，就会减肥。嘿嘿，做伙来欢迎咱的杨秀慧姐啊！欢迎。嗨，大家好。嘿，拄则有来过。真正有影吼，我是杨秀慧啦。我平常时也无啥物兴趣，我兴趣就是一支喇叭分几暝啊。哎呦喂啊，哎呦！今仔来甲恁贵宝地吼，转去自水要互恁大家拢找有老爸啦。今仔节目真精彩哦，无看真无彩真久才有来一摆。今仔有迄个米会好，碗会走，徛死定伫咧车本斗。今仔有迄个查某囡仔3唱3念歌，头打打，慢尾牵电线，要唱到晚12点半才要来解散。今仔节目你若看会到9到看就看袂到对心肝看个叫，请你着点点甲看落去。哦，太精彩了啦！我才鼓励一下。哎呦喂！恭喜啊！当时要生啊！恭喜啊！像这个衫敢若是有心的。这放做纪念啦。头一摆来啊吼，歹势。你好。每一届伊讲台语，我都想讲咱无字幕啦。我逐摆吼上个苦恼的就是啥物？我若去唱，不管是通告啦，还是活动啦，若是有人要拍字幕的时阵吼，我暗时拢会接到电话啦。姊啊，拜托你吼，你今仔录影讲的迄段，你会当我电讲一摆袂？我要换成国语是要安怎写？哦，足歹讲的啦。历史讲咧庆字叫庆字单着。水听哦，卡起来有人听叫口音。好，若卡起来哦，听拢无叫苦恼。今仔日要来做咱的评审哦。嘿啦，卖伤歹哦。不是啦，我想要家做人的评审啦。有啦，这到练嘴会啦。闹影哦，你讲我做实在啦。今仔日真麻烦。好啦，今摆迎幸，谢谢啊，珍珍。今仔日咱头先就讲嘛，今仔邀请4位是咱的艺人要来比赛。足恐怖的。那艺人呢，搁生2代呢？安尼咁好。大明星的第2代吼。我嘛是啊。哟，你临工要来比赛者无？无，我甲你讲，我若是真正来，迄个证明一件代志，就是阮爸出代志啊。真正欠钱啊！一定有代志，我才会来比赛哦。我讲这足奇怪的代志，我搁来比赛。真的。我甲你讲，我头壳歹去啊。第2季每一集有7个选手，7个选手根据主题来发挥甲表演了后，请3个评审市长，若得到3粒可爱，恭喜晋级去过关区；2粒也是1粒的，就爱去等待区咯。若无半粒的，就是3支车仔的，就倒台退场。每一集要选4个过关晋级的选手，等待区的选手嘛莫失志哦，阁有互评审救回来的机会啦。
这个吼嘛是咱大明星的后代，伊出世就叫小贺哎呦，詹地和，欢迎。迎。哎呦，哎呦，哇！笑的。嗨，大家好，无毋对，我的名叫做叫小贺，我的本名叫做詹地贺，我有一个最有名的爸爸叫做贺一航，毋是贺军翔哦。差遮济。伫09年的时阵哦，我一开始的参加咧歌唱比赛，我去比赛，我想讲兴趣好耍尔，我想讲会当靠这道，会当继续趁钱，会当过生活。想袂到原来唱歌会当食饱。全台北市有一间最有名的 pub 叫 EZ5，还是算是迄驻唱界的殿堂啊。我唱有一届咧，就开始不要讲，唱用台语讲，用台语讲。唱歌到一半，就丢到足侪会乱的人客。有一届哦，有一个人客啉酒醉啊，就硬要上台摕我的麦克，伊讲，今摆我要唱歌。我一条是我的，我人家歹势，阮这是pub，我咧上班，无要紧啊，你先落去，你嘛唱无好听，安尼甲我讲，结果后来前几年咧，拄到一个全世界最大的新闻，就是阮的 COVID-19，迄时阵无通过啦，唱歌嘛袂当唱啦，阮无输的因某有开一间煎迄鸡排的店，伊就问我讲，你敢有想要去做工就是拍摊安尼，我好啊，我试看卖。一开始想讲做外场嘛，因为我我个性较活泼。老婆是不是要卡？时间到，3分钟啊，3分钟，真吗？嘿，你无看拢零啊吗？是哦。嘿，位头到尾拢无笑呢。因为我想讲是。歹势，我头一摆来，我了解讲恁这节目是咧讲自传吼。有无可做 A 档？但是时间到，是不是袂使去表演？安尼刚好。安尼唔知有过关无？安尼我考选手评审请给灯，你来哦。哎呦，够一个耳孔啊咧！对，这是安慰奖啦。哎呀，你若3个车啊，你知影爱安那无？我知啊，就无通我回。但是只个互你一个谢谢耳孔啊呢。谢谢秀慧姐。这个较安那讲无，因后边来甲我吐完，我嘛废气啦。对啊。嘿啦，好无？互过我紧啦，互过我紧啦。你就惊这就对。嘿，我想听到这里。那你爸爸冇来呢？有来哦。这是你冇看六。朱大哥冇来。大家都有来哦。高大哥嘛来啊！哎呦，请问一下，多谢这是恁爸爸。莫安尼哦，这袂使问伊，爱问因母啊。是安尼啦，因为有本节目有本节目的规则啦。是。你必须要伫3分钟内底咧讲一寡练嘴话好笑的代志。是。但是你睇到位头前咧落长，我足惊你安尼吼，讲到恁老爸徛伫边仔叫你较紧的，我你的故事无讲完。对。你的人客去抢你的麦克。但是后壁发生什么代志，你并无讲出来。对，我就要开始讲，时间到啊。对啊。真可惜。但是还未倒台咧哦，你耳孔我只有你机会哦。谢谢。你会使去单台区单台。去遐坐咧就好。来，谢谢。来。那真恐怖，第一个名呢？真歹练。好，来，刷来为大家邀请咱今仔日第2位选手，这位呢是咱的全场第2水的青二代。等咧，第2水，毋就有一个第1水的。嘿，因为现场哦有一个人伊家己坚持讲，伊一定是第1水的，嘿。一定是志豪，就是咱的叫小贺。所以咱会啦，吼，就可以啦，可以啦，我即摆第3名。好啦，你第3名。好，做伙来欢迎咱的本琪。大家好，我是本琪。我除了是一个演员以外，我假日有当时会去摆摊。这摆摊呢，就亲像演员训练班同款，每一个人客拢是我演戏的对手。有一遍，有一个人客甲我讲：“头家，你这一个50，我摕2个，你算我30安怎？”我敢先直接改变，虽变做是8点钟内底歹查某，30，你敢知这是倒位来？
其实是小800岁。你是来抬人，还是来抬价？抬价，无可能。抬人，看谁开始较紧。人客直接硬去，到一遍有一个人客当咧丢毒，我随便做是8点钟内底先选别人感情的比情女主角。这物件真足适合你的呢，你敢讲有够好诶？虽然我嘛足想要甲伊留伫我的身躯边的，毋过你若因为这物件，互你的生活变甲更加快乐，那安尼，我就祝福你。拜托的，这小水有够歹的，毋过袂要紧，伊有介意上重要。哎，真有流目屎，哪会安尼啊？哎呦！这过程就亲像我家己咧欢喜共款，人客欢喜，我嘛应该足欢喜的。而且最后，拢有人甲我认出来。你是迄艺人吼，你本来比电视更较水呢。你是迄梁佑南吼？毋是呢。毋过我是因查某囝啦。袂要紧，学了我水我拢欢喜。这单就是我人生的单元剧，袂当 NG。嘛袂当顶来，多谢大家。哇，高演，讲笑过讲会过，安尼哇，目屎用要顶落来。啊是讲咱评审唔知加油，咱要起起楚楚来，到底有过关无？评审请起顶。哎呦，车啊，敢若一个圆箍啊呢。一个箍啊尔。姐啊，即届互伊车啊是安那？你还有饲唔对无？不是，我即摆有问真详细啊啦。因为吼，题目是讲要讲红笑嘛，对。练笑花，结果伊煞互我哭，我感觉足唔甘的。啊，伊的口碑啊，伊的表现啊，拢非常的好，但是欠一个笑点。表演了有够好，搁流目屎，但是然大家笑袂出来，可能是安尼。是。好谢老师。我感觉头拄仔迄滴目屎。是因为伊家己已经知影袂过关啊，先过严格啊啦！为心肝内底扣出来的目屎。我是严，伊是假。因为我跟你妈妈好朋友，啊，你还叫我阿姑。哦，阿姑呢，今仔日甲你拍这个车啊，是要甲你提醒。我袂当讲我今仔日要来只煮面比赛，你硬伫遐真胖。啊，这个意思甲这个意思无共。啊，你胖煎了真好食，但是我今仔日要食面啊。你讲伊今仔的表演，甲咱的主题是德国倒菜刀的，是德家的，嘿，长路咯。平常时阮伫节目嘛有看过嘛，伊甲伊妈妈足高冤家，伊若是主题是甲妈妈冤家，伊就第一名。哦，变足高冤的就对。足高冤家的，硬喙硬字。所以你感觉有男子啊做你的妈妈，你感觉足烦的就对啊。我袂烦，我是讲妈妈，你真讲伤济，你爱休困一下。你感觉伊讲伤济哦？安尼我甲你讲，我找一个做恁妈妈来，姐来。来者，伊讲因妈妈，伊感觉足烦的，你来做因妈妈。你妈妈是讲伤济，是讲太济来，姐啊。大家乌玫瑰活泼个热情，放电黄好评，杨秀慧学了伊有本领。来好评，互你5秒钟的时间，你若讲一个笑话，互我笑，我就做你的女朋友。哎呦，太真好笑了！你今晚做我男朋友哦。来好评，你的腰无要食我妈做的物件吗？袂嘛袂，你知是啥吗？就是我啊！就是安尼啦，若是有迄个经济能力，这个会当个签起来。对啊。我找一个做恁妈妈来，姐来。来者，伊讲因妈妈，伊感觉足烦的，你来做因妈妈。你妈妈是讲伤济，是讲太济。来，姐啊。你讲超过啊？笑会姐啊吼。我做伊妈妈。来下一个。哎呦，夭寿棍。妈妈即摆个5星，我已经开始皮皮做。哎，人客啊。哎，安娜。啊，我敢有遮好康。我当生这个哦。哎哦，你生这个水，甲你平水啦，嘿啊。哎，今仔日穿甲安尼哦，好看的吼，好看。这个安尼，你查囡仔就是徛在舞台端坐，敢螺丝栓啦哈。这都毋是我咧讲。安那啦。啊，跳咧这行一个讲一句吼，念一句句，这款囡仔就是安尼啦吼。想当这时哦，恁做嘛若莫怀胎10个月哦，不如生一个鸡卵蒸煮煮食，恁爸囡仔嘛免这气咯。哎呦，啊是咧气咯3岁，是咧气咯3岁啊，我讲的伊就不懂啦。哎呦，我讲的伊就唔听啦。唔听，对不对？啊，唔听我真要干。什么？
我都不知道我要干什么啦。安尼啦，即马我不爱演戏啦。我讲哦。要去买物件，买物件啦！我甲伊问讲啊，你是当时要去买？伊讲剩甲恁尔啦。哈？剩啥物话？剩甲恁尔啦。哦，剩甲你去买尔。嘿啦，剩甲恁尔啦。哦，拜六拜二安尼啦。记得带回来。我无啦。你都好演戏咯啦。所以今晚感觉这个妈妈呢？是遮大汉，我头一届感觉阮妈足温柔。啊，你叫这个妈妈等去坐啊。妈妈，请坐，请坐。无比较拢无上嘿嘿，无足恐怖诶，吼，恐怖。啊，也毋过有一个考啊嘛是袂当离开啦，伊要坐伫遮等台。等台区。请坐。嘿，安两个拢一个伊国安。那安尼啦，阮新二代那有拢出问题哈。爱加油，爱加油啦！好，后一个。后一位选手哦，伊是这种调级型的演员。哎呦。而且伊的外形嘛生了不离啊调级。所以我来欢迎咱大伯。欢迎。是啦，乡亲啦，大伯来喽！哎，大伯好。今仔日我要来讲我大伯的故事。阮家是开电器行的，所以我为国小5年开始，就甲阮爸做伙去装冷气，一直到我即马25岁啊。我犹原是阮爸上好的助手，因为我免钱。我为国中2年开始，我就来去做小工啊。吼，我做过火锅店。大卖场卖牛肉，佮有做过大餐厅的服务生。因为迄当阵我是囡仔工，我一个月只有领6800啦，惊死！我拢在想，餐厅的油水毋是为动物身躯顶来的，是为我身躯顶刮落来的。饲牛爱互伊食草，请我只要互我食苦就会使啊！啊，我高中的时阵吼，我读设计科。因缘际会去做车厘，啊，佮有一个人客甲我讲，哦，伊想要车一只飞龙，吼，想要体验一下。但是伊看我讲，我敢若无啥经验，啊，想要互我一个机会啦。我最后车啥？我请伊紧回去。我笑，好，其实我车厘吼有趁到钱啦。有一摆，阮朋友爱我请一个足非常重要的物件，我请一个身份证互伊，我要互伊永远会记得伊是一个台湾人，对不对？只是千万唔通走精哦，唔通变大箍，啊袂吼，迄个条尾会时间到啊，时间到啊！哦，超过3分钟，到底大伯有过关无？哇，真恐怖诶！请起顶，顶来啊，顶来啊！哎呦，今日成绩拢同款，拢两个车啊啦！哎呦，袂啦，我感觉伊真古锥啦吼。其实伊若去做一个小厂啊，也是演一个较古锥的，我感觉伊会红。啊，但是伊的卡本当然家己写无法度真水啦。伊的笑点，伊家己感觉真好笑。是。上好笑是别人笑袂出来。欠一个伯乐。伊是一只马啦，欠一个人甲骑啦。欠人骑就对啦。啊，无方向，伊即嘛毋知方向伫倒位。迄是马有千里之志啊，无人不能主望啦。嘿啦，但是顺哥即摆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讲伊讲吼，伊自细汉拢是看你的电视，伊讲即摆练喙花哦，伊是为着你来的。伊做囡仔看我的电视哦。对啊。啊，这点我无要承认。你经常是你咪拢会模仿顺哥，对嘛？真的假？模仿啦。机会啦，拜托的啦。伊就古锥啊。我看卖，好啦，来，大家好，我好久未啊。安内拢无人。哈，顺哥，大家好，我好久未啊。安尼有成无？无。我甲全国的观众会死嘞。我感觉你较亲像迄郭宏志。郭宏志。对。因为吼，你若要模仿福州变吼，第一就要写片音，啊，你头用下海音。福州变。福州变，我甲恁讲，你款代志无甲恁讲，你袂了解。
美牛膏讲啊，伫片啊，哦啊你讲伫下海是咧等威明喎，迄什么态度？什么态度？啊，规啊，对，啊，今仔日和平拢来做好人的。哎，你是安那啦？恁爸袂见做歹人啊？不是，我大概拢伊咧饲车啊，拢介意呢。我讲真我在实，怀疑。哎，这两个安尼拄食这个表现坐伫啊，你这个表现你更较需要坐伫遐，你是唯一一个去感觉到观众的反应的人。你知影讲大家无笑，你会讲啊，哎，大家哪会拢无笑？我感觉讲这是一个练出的表演者应该要有的这态度。我最后请啥？我请伊紧回去。我笑，好，其实我请你吼。感觉讲，互你这个机会是后一遍，你有可能收了较好势的时阵，你的笑点会更较好。哎，你莫搁讲，你看伊留甲规面，你看吼，你来可拢等伊。唔是啦，伊迄唔是流汗，伊迄是咧退兵啦。即摆是往前起来啊！人伊唔捌试过咧紧张，你敢管？嘿啦，爸爸你就惯死啊啦。第一届去等台球哈，哎车哇，三个人拢共款一个衣裤啊呢，哦。哦，那安尼人讲三个钟嘛一个裤，应该有来啊啦。好，后一位选手真个厉害啊，伊个外号叫做大甲乌玫哎呦瑰，做伙来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宝嘉 ，A.K.A 大家乌玫瑰。那讲到咸菜这件代志，问我就专门可以嘛，因为我即马是一个舞者，嘛是一个 model， 嘛是一个网络上的底片创作者，最后爱教水姑娘仔要安怎开查甫的，替大家展演一下。来，好评，互你5秒钟的时间，你若讲一个笑话，互我笑，我就做你的女朋友。哎呦，啊，太真好笑啦！你今晚做我男朋友哦。还有另外一个反应愈好的，来好评，你的腰部要食我妈做的物件吗？妹嘛妹，你知影是啥吗？就是我啊！就是安尼啦，用较小撮的方式来教各位水姑娘要安怎开查甫的。其实我为高中毕业到今，我着四界拍沙工，拍甲比我跳舞做model搁较骨力。朋友就问我讲，哎呦，宝嘉你安尼四界做头路，敢袂忝？哼！忝，无钱上忝嘛，趁钱才会忝。啊，毋过话讲转来，安尼四界做事，你难免会神神无气力嘛。这时阵要安怎解除疲劳呢？我有一个撇步，扛拜我的跳舞专业，创造一段加倍提升舞。老师music 5、6、7、8。就是安尼啦，莫看我跳到安尼歪高起错，真正愈跳愈有精神。无咱邀请咱的演导的主持人来做伙表演。我呀，啊你，哎，你来遮紧哈。是的，来，老师5、6、7、8。就是安尼啦，水啦，安尼有较有气力无？较有精神。敢若有呢。有哦，对啦，感谢你啦。是啦，就是安尼，咱咸菜上重要的，趁钱嘛要趁精神，一减二个，忙啦嘛要减辛苦。感谢各位，我是宝嘉。哦吼，大家乌玫瑰，咱评审有介意无？来请市长。是啊，真正，这特别的一个人呢。等下，姐啊。姐啊，你互人一个裤仔，甲一个车啊呢？你有车啊，搁裤啊？你即摆你只也是挂包的哦。特别的，你是爱着较惨死的迄款哦。小小摊啊，为什么爱吃？车顶啊，红顶来请市长。爱情的车红顶。哦，过关啦！过关呢，第一个过关呢，咱乌玫瑰。嘿，哦，足够的为大家来的是吗？大家讲了，搁袂歹哦。来，你快甲我谈谈，为啥物？为啥物阮牵手咧？哎，我会紧张嘛。来，啊，伊手真正足冰的。这会当若是有迄个经济能力，这个会当甲签起来。对啊。你是大家乌玫瑰嘛？是。啊，恁表姐白牡丹嘛，对吧？哎呦，你哪会知啦？是不是？啊，这个有亲情关系啊这三重埔黄菊花。我想爱黄菊花，我袂当拉百花嘛。你听伊讲话吼，你会感觉规身躯的精神哦，会去有吸引去。伊毋是敢若讲的尔，伊佫有动作，伊佫有跳，而且伊人佫身做水水啊。有够水的。吼，啊，所以讲我讲这是会当栽培的人才啦。是的，人水水讲话垃圾鬼。哎，淡薄仔尔。其实我是感觉讲吼，你的基本条件拢真好，啊，我是要甲你建议啦。
你甲别人交流，迄是你较聪明的所在。因为呢，你这个问题弹出去，啊，比如讲你叫主持人来甲你叫互动，啊，你爱甲有真正互动，啊，无你讲你叫起来，啊，就咪搁叫落去，伊敢若道具咧，两人的关系爱看好暗，啊，若无咯，你这标弹出去，唔知弹去倒位，你家己唔知影。好，吼，爱有迄个感情，我知你今仔真紧张，因为我专门咧掠人紧张的啦。孙哥吼，伊讲安尼落落长，伊重点是讲你拄正你有咧表演有开好评嘛，你有甲开嘛，但是拢无开就孙哥。哦，你嘛拜托的，你我唔免，我这世人什么拢歹去，剩这个嘴尔。不要紧啊，你真错，你该机会啦。准备孙哥，今天我有别机会啦，好是别机会啦。我甲你推荐，等下你是买香油的人，你来甲我买香油。迄做香油，香油哦，今仔日会当做香油无？讲一下香油因为咧。这伊的唱你会，配合一下，配合一个啦，不要紧。算道具就爱配合你了。麻烦者嘛，我会甲你有情感的连接啦。好，香油。好来，顺哥，你来甲我买香油，3、2、1。买香油。好，你买倒手边的香油，还是正手边的香油，还是我捧在手中的 I love you？ 讲诈骗，愈讲愈骗，少年的经验册钱好骗，老伙仔饲个身惊放电。前一阵啊，去叫诈骗集团骗去哦。嘿呢，搁真正的，都真正诶，我是直接去用骗钱，无去用骗钱啦。真的哦。嘿啊，这奇怪，拢用骗身躯，笑要死来哦。会使搬厝袂？哎，风水怪怪，怪人。我会甲你有情感的连接啦。好，香油。好来，顺哥，你来甲我买香油，3、2、1。买香油。好，你买倒手边的香油，还是正手边的香油，还是我捧在手中的 I love you？ 捧在手中的 I love you。 哦。哎，你无老的你困去啊？你要穿鬼的老啊！你想要点gì啊老的？阿公，你哪会拢无感觉？讲你哪会拢无反应？我是无感觉，我已经臭伊人，啥物拢无听到。不要紧，伊过关啦。哎呦，第一个过关的啦，恭喜啦！来，请过关。谢谢。哎呦，咱后一位选手哦，这是咱练水会的演员哦，所以来欢迎咱的花旭。欢迎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华旭，嗨，我是一个自由工作者，我平常时就是接一个舞台剧、编剧、甲演员的工课。我最近发现，一个自由工作者上重要的，就是你爱好好啊观察、感受、思考身躯比所有的人事物，因为你永远拢唔知当时会出现真正的趁钱的头路。我的意思是讲，因为一开始根本就才无 case。 非常的善食，各位有偌善食，顺哥食善食 ，Thank you。善食这件代志，互人非常的痛苦。啊，毋过各位，只要你甲经过，状况就会无共。像我即马就已经无共啊，嘿，我惯死啊。Thank you。啊，毋过吼，因为嘛是要食饭啦，所以我嘛是有请我的先辈介绍一寡头路互我。 我先摆介绍一个头路，就是唔知影大家敢有听过药品试验。做这个物件其实无遐简单，就是你要通过体检嘛，啊，佮要回答护士的问题。迄当阵护士伊就甲我讲，叫啥物名？大化学。啊，敢有食薰？有。敢有食薰？有。有食薰袂当做试验啦，安尼结果会袂准，知无？哦，好，歹势。等下。 所以到底有食薰无？我当阵听到，我想一下，甲讲无。伊甲我讲 OK， 安尼你过关啊，试验正式开始。迄当阵我才发现，嘿，原来发大财的真相就是讲白菜。这笑可以较深，大家想一下吼。啊，
不过我想要讲，我是认为我一个自由工作者，大家若有机会，拢来试看卖做，啊，无介意就卖做嘛。但是若是你有介意，阮会当斗阵做工课，斗阵抬杠，啊，斗阵参加药品试验。啊，不过这毋是为了钱，是为了要观察、感受、思考咱的人生。感谢，讲到这。哎呦！啊，花秀拄正咧表演哦，我有听到评审的笑声，笑到嘎嘎叫，唔知评审会过关袂？来，评审请起顶。哇！差有你自己的过关啊！拄则笑了上大声的准过。啊，个人感觉伊油脂减一粒，因为一般油脂有2粒嘛。嘿，啊，若减一粒，这边个较轻人的我这边啊。嘿，所以拄则拢安尼。对，无问题。我感觉你的表演，但是你就爱较定着咧。那比如讲，我咧骑脚踏车，正常。但我开始要闹练的时候，我才开始闹练。啊，无你为头前到后壁拢闹，唔通家一个听嗨。哦。因为安尼，因为你捌看过讲一个道步在楼顶跳镜头跳到吐，就是敢若咧坐船落迄个人啊，啊，巴都会救驾，啊，人会无爽快。安尼袂使啦。所以你爱徛定着，但是要闹练的时候会使闹练。啊，不过我感觉伊真厉害，敢若袂输咧起厝啊。伊会贴伫个1站、2站、3站，甲第5站恁爸就要你笑啊，安尼啦。哦，伊有准备好啊。因为即句落去我就要你调啊。嘿。甲咱大爸无共我，安咱拢无人笑，咱拢无人笑，嘿，无共款。伊讲落去迄句感觉真好笑。你才有看到郑敬怡诶。啊，拢无人笑啊，歪咯。啊，恁爸歹咯，要来等啊，要来等。哦，我觉得他真的是蛮厉害的。你那变中文啊？你爱靠我爸，你爱靠我爸，好了对了。哎，当变中文，你这个套炸的我搞我这样主持很快很方便哎。哦，这一集这样下来，我一个人就可以主持完整的。我告诉你。哦，拢是伊甲我刺激，吼，若要罚钱，请找伊摕。真多啦！一开始吼，袂着急伫咧讲伊家己笑话，伊会甲伊 hello， 确定讲所有观众拢伫咧看伊了后，伊才开始讲。我感觉这真好，后壁内容大家嘛会专心来听你讲。所以讲，我无啥物问题，就是考下就对啊。花旭哦，这个旭字吼，大家爱知影哦。这个韩文内底，嘛是叫旭。哦。我就即摆看到这个韩剧啊，伊迄个囡仔叫阿旭。阿旭。伊就做到旭，但是伊的名叫做安奈旭。安奈旭。安内哟，很称他的安内哟。像你安尼哟，哦，就买了。哦，嘛是所哟，嘛是所哟，买欧白讲哟。哦，3个口啊过关，恭喜你，会使到乌玫瑰做伙。乌玫瑰足水哦，卖家加 IG 哦。哎呦，后一位嘛是咱的艺人要来啊。哦，这个我熟悉。来自咱台中的险强啊。哎呦，弯里。欢迎。老师牛的。好，开始大声热身，热身一下哦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婉儿是我啦吼。啊，大家看到我欢喜无？啊，有心花开无？啊，有就好啦吼。即摆先甲大家讲吼，我会做啥物工课？我会卖物件，我会拍影片，啊，我搁会跳舞，我搁会主持呢。我真正啥物拢会晓，我真正足够的。进前吼，我就去庙会跳舞，跳的无想要跳，啊，我就走去主持，啊，主持讲的吼，讲忝嘛，我就拍影片，啊，拍影片，无想法，无灵感啊，我就去卖物件，啊，卖吼，就卖到今仔日，啊，有一个家己的牌子。啊，有一个家己的车，啊，有2只猫啊，搁有3间老阿厝。所以吼，人讲休困是为着要行搁较远的路，啊，毋过我感觉安尼吼，做东做西吼，道壁才是互未来的路愈行愈久长啊！谢谢。道壁来找找家己未来的路，道壁才是对的。怪怪的理论哦，唔知咱评审有介哦。来，请起顶。
你看落车啊，看啊，竟然是顺过互伊。哎，咱平心长顺过，互你一个衣裤啊。我互你这个裤仔，就表示讲吼，你有基本会当搁向进前，搁爬一层楼啊，迄个机会。其实哦，你要讲别人歹，因为家己若歹，要讲家己歹，迄是真好笑的代志。啊，但是你家己一直讲家己水，是大家拢会挡袂掉。啊，你要讲别人歹，你袂使你骂，你足歹，你足歹你。比如讲，我有一个师傅，鼻孔较大孔，人伊7月4啊拢无咧食饭，隔壁拜拜伊就饱。伊用鼻的啊。嘿，因为伊是鬼嘛。啊，你来讲迄个笑点，有迄个笑点，我是要有你机会，搁有机会若坐你遐，连明年阮来去开会哦，凡说搁有机会当我出来。阮妮伊是一个足古锥的查某囡仔。是。问题，伊今仔日所讲的这个练喙花，伊讲无笑亏的一个重点，伊咧讲是赚足侪钱的。我存足侪。伊是来骗领导好野人安尼就对了。我就是因为安尼学袂讲，我就是因为安尼学袂拍片，因为我著趁3间厝，因为我安尼钱足侪甲足赤呀，足压榨的。对。安尼。然后看到会插目的对。比如讲，我自囡仔，阮兜就足困苦的。一出世就有面路的同学坐。你会使讲到病嘛？跟我细汉时阵共款。同款嘛。足困苦。哦，迄当阵要洗一个喙，我就讲洗喙是一个障碍。安怎讲？哦，因为烟雾吼，一碗遮大碗。哦，迄唔知要怎洗喙，我就完啦。足艰苦的。我是就想要看到台甲乌玫瑰，啊，还有台中杨亚辉两个人嫁母的时阵是啥意思？香蕉啊。香蕉，有机会无？迄个小强老师，你准备3种无共款的节奏 tempo 的。好，来，预备，第1种。哎呦！哦，伊这是。好，第2种。哇，乌玫瑰，来。Battle。我就高跳诶。啊，你哪拢共款啦？拢安尼啦。好。买晓啊。好，安尼内搞了。明明两个年纪就差不多。对啊。啊，你跳起来，敢若妈妈桑。我啦，哎呀。妈妈上不到3间厝，你讲安尼？拄则你讲你的优点，你讲你真好呀，大家笑袂出来。要毋过你跳舞的时阵，跳到安尼有淡薄仔无啥练灯啊，无啥好的时阵，无啥好势的时阵，大家笑甲真欢喜，就知影讲伫咧练喙迄个舞台顶，其实讲优点啊，讲缺点，其实缺点较有人好有介意机会啦。所以讲希望后一届你会当试看卖。好，谢谢。这顿啊吼。谢谢你这边。来，再请。卖底下假装。好，后一位选手，这位呢，伊捌伫咧日本发展过，但是呢，发展了无偌好。好啦，伊这人足可怜的，来听看卖伊的故事就知影。做伙来欢迎咱的温希。高水啊！做伙来欢迎咱的温希。高水啊！嘿，大家好，我是芬姨，你嘛会使叫我西瓜。啊，讲到做工课这件代志吼，人拢讲上趁钱的工课有2种，第一个咧是卖冰的，第二个咧是做医生。所以咧，我学生的时阵吼，第一个工课咧就是去卖冰的饮料。啊，恁知影迄个厨房吼有偌热？以前迄饮料店无像即摆遐舒适呢，以前饮料店是无冷气的呢。啊，煮茶，啊，甲煮料，啊，煮甲规身躯干，啊，毋过。虽然厨房足热的，不过我嘛是做认真拍拼，为着就是有一天啊万不离吼着刷，会使送去陪，安尼我就会使实在医生啊。我要找医生。好，啊，过来有一届吼，人客来遮买饮料啦，啊，想足久的啦，啊，我就想算吼，等2个10块互伊去跋杯，因为想久啊。结果迄人客吼，摕到迄20块，咻一下，我头就走去啊。啊，不过你敢知影重点是啥？啥物？重点是，迄是公司的20块，毋是我的。所以饮料店呢，就是趣味的代志有足侪，啊，无闲起来吼，敢来跳舞的，比如说入茶，啊，搁倒茶，入茶，倒茶，啊，变啥物咧？炸裂
黄豪平，一起炸裂黄豪平，炸裂耗子哥，一起炸裂耗子哥。啊，就是安尼开始，我另外一段的人生，为饮料店跳打球场，跳出一条人生的新的道路。啊，你若讲我的人生是一杯饮料，安尼我的料吼一定是足粗糙的。你问我的甜度敢会使调整？我甲你讲，无法度，我就是遮尔甜。哎呀，这是遮甜啦！环境在讲啥？讲到有够紧呢，有够紧呢。有够甜，唔知评审有感受到无？来，评审请起顶。哎呦喂啊！哎呦，咱第一个人啦，3块啊！就感动呢。哦，我甲你讲，无漏气，无漏气。哎呀，我堂都有讲，伊这个查囡仔足少年，也毋过吼，伊吼是一个有故事的人。嘿，做一个故事的。伊的人生吼，就是衰，足衰。你哪安尼咁讲啊？你嘛讲较好听。顶礼拜去到家。嘿，这就是第一件代志。你到家咧？伊是真正去到家，差不多2天前尔，正前。伊去伊家己的狗教到安尼啦。家己的狗哪会教主人？嘿啦，啊刷掉啦。啊是你迄天是注星者，伊个袂认真。啊，无啦，啊袂消肿安尼啦。我都会加就好，该开始去注销。这个笑点就好笑。好笑。平常时咧甲尖尖的安尼，啊皮皮安尼嘿，啊拢以前拢无代志，啊突然吼就是熊前几工吼，突然挖过来，挖头过来就甲我夹落来，我家己嘛惊一条，差一点啊，就到目睭遮。嘿，真正是差一点点嘛，险险啊，足恐怖，啊无看无啊。啊，你去问师傅，师傅讲安怎讲？师傅讲伊爱去这界市咧。你是讲迄个师傅，还是讲你的狗？我的狗。好主是刷掉呀。好主你啊，刷掉。师傅2种。师傅啊，才是咧处理代志。师傅是咧定壁的啦，抹头水的叫师傅。所以你问迄个师傅。啊，所以讲你的头壳膨讲啊。讲爱去这界一个安尼。爱这界你全牛人才去到家啦。嘿啦，我是真正衰啦，衰啦。啊，搁有够足衰的代志，甲钱有关系。嘿啦，就是前一阵嘛去叫诈骗集团骗去哦。嘿，对。搁真正诶，搁真正诶。伊是咪讲？伊是咪讲要甲你有一个结婚的基金？迄无要，迄袂互骗去。伊是咪讲？迄干那你会叫骗是你，迄是你，迄就是针对你啊，姐啊。你姐啊，你是因的 TA 啦，啊，这个唔是。迄看人骗的啦。我是直接去用骗钱，无去用骗钱啦。真的哦。嘿啦。这奇怪，我拢去用骗身躯。笑要死来啊！会使搬厝袂？风水怪怪，那怪人哦。所以你是去用骗钱，安那去用骗？就是迄阵想要投资嘛，要帮厝里的人买厝，安尼爱买厝会使大，结果就是听人黑白报什么名牌啊，啊报的啊，就去买，啊想讲奇怪，那过几工吼，就咻，一只已经跌入谷底了。哦，嘿。所以迄摆你损失偌济？我惊我母爱看呢，没啦，还好，你讲看卖。你讲看卖。你较细声。你讲，阿峰甲你做好过来，你先讲。小英，甲你小英。200万。200万先喊呐！一个月损失200万。啊，无过来参加这个比赛，20万安尼报一个啊。啊，你敢要付？阮才上这20万。系啊，因为参加3届啊，3届就赔得报啦。啊，若是有拄到这款状况，啊，就敲电话。状况是啥物况？状况。1、2、5、165。哦，你这人100就记起来，165，哎，给你拍165。啊，你知影靠倒一个后背就好啊啦。你200万佫笑会出来，你算袂歹啊。已经过啊。啊，你今仔日嘛已经过关啊呢。哇，水。哦，欢喜咧。袂使。安那袂使？要一2、3个人尔呢。阮爱有4个才会当过关啊，才会当安尼你就希望啊哦，嘿。啊，你阮来后台研究一下。对，爱研究一下吼，到底倒一个使起死回生，来有请咱评审。詹志豪，可能伊唱歌会较好听啦。因为伊若
紧张伊我，啊，这，唔知要安怎因为可能伊的台语嘛无遐尼认真啦。对啦，要毋过是伊真认真的。又认真，啊，过来这个饭期，我感觉演的比讲的较好。因为迄个演戏的细胞啦，气氛来就是8点档的演员啦。对啊。啊，你讲大伯，我感觉大伯小可大伯就是顿地。笑点的时阵会过度反应，迄是较老的处理方式。啊，即摆伫咧做连水花的时阵，应该较深。了解婉仪哦。伊是足笑亏者啦。不，伊迄个本身的喜感，甲伊加演迄个感觉是袂歹。无抓到重点。伊唔知影讲连水花的节奏是要安怎讲，啊，伊嘛无写笑点出来，所以讲伫。伊讲的是伊真正的人生呢，啊，但是真正人生不是笑点嘛。安尼咱个思考者。三位评审已经搁倒来咱的现场啊，马上要为大家宣布，到底这4位哪几位会使最后的起死回生？伊才要恭喜到。二伯因大兄大伯，大伯是，不是艺人呢？不是三个艺人拢无着，结果竟然是大伯。主要的原因是阮需要你的衫来配合做的裤。是我若是安尼穿着走就对啊啦。到底是为什么？因为每一个人拢有每一个人的特色，亲像呢，这个记号吼。有时连嘴话爱有节奏，笑点平均呢差不多20秒、30秒，爱蹦一个，爱蹦一个，1分钟爱3个。你看我拢伫迄遮拢有写正字哦，但是你尾头到尾多敢若中一个一半的，所以你等于哦，你若要过来挑战20万永远伫迄遮等你，但是你都要搁较拍拼。饭期吼，伊是一个真水、真古水的查某囡仔。我感觉伊演8点档无话通我讲，但是吼，人咧讲吼，隔一个行，敢若隔一个山共款。吼，你要讲3句1句红笑，这比去钓着爱国奖冠去钓着6合彩搁较困难。真经，所以讲你要演女主角，讨厌，迄个拉链在后面，就感觉。主感慨会。如果恁两个是安那啦，会刷掉啦。感觉这边金龙长棍、乌鱼叉米粉，你要好来。但是你若讲要做三花啦，要做甲互人会阮心肝底自动笑出来，迄是爱一门的功夫。小老师。婉仪无人要讲嘛？我讲一下，就是。和平来啊！婉仪是一个真趣味的人吼，私底下嘛真趣味，甲伊做朋友真快乐。要毋过我感觉讲你会当去看一寡表演，了解讲连翠花是啥物款的表演。你顶边看的迄个表演，连翠花表演是啥物人的？和平。啊，这是我的问题，是我的问题。代志大条，是我的问题啦，歹势啦。我是要甲你请教一个问题。嘿，我若要台中买厝，倒遐较俗。你等咧，厝底下才问啦，嘿啦，今仔日恭喜最后恭喜咱大伯过关啦！嘛感谢咱所有参赛者，有闲再过来啦，有闲再过来哦。啊嘛感谢大家收看，后礼拜继续收看咱的《透透秀台语》，谢谢。我感觉花叶袂歹，伊是我的前辈，本来就足厉害的。啊，真正看到伊吼，我真正是感觉哇，有小可惊吓。啊，毋过无要紧，这是我的主场，你知吼。然后我已经第2季啊，所以我应该是会当赢伊啊。我对大伯印象较深，因为第一个吼，伊甲我同款吼，我理长伯伊大伯，啊而且吼，伊甲我同款的嘛是拢较调直啦，阮舞台上敢若起笑同款，啊下骹吼，咱2个人基本上就是较拢无甲人讲话啦，所以我感觉伊即个规个人的即个风格甲我较相像，所以我感觉我对伊印象上深。